的面册公布这张是新的相片，其中一个画面倒头前空军的军徽，佮有中文的名称拢真清楚，都是空军司令钦护机。根据这张相片，包括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、日本航空幕僚长、南韩空军参谋总长、德国空军司令和法国、新加坡等等的空军首长，拢有参加这场会议。参加会议的画面可以被揭露。 那台湾从台美关系进入到多边的互相交流合作的关系。对外进行军事交流，对内 F-16机队发生意外了后，将重新徛伫空防的第一线。 四连队队长魏兆林少将亲身领军护飞，一共就执行24架次飞行任务。不过，台湾除了红灯专案的升级版以外，嘛向美国买66台新一代的 F-16。不过，什么时阵会到台湾？英国媒体路透社讲，有美国官员讲，美方当咧想办法，今年可能先予台湾第一批。台湾是目前这个风险最高、最紧张的地方。那我希望我们列为最优先的这个补给项目啊。另外就是飞行员。 每一年只培养14个，平均14个 F-16飞行员，但是每一年平均退休退伍的 F-16飞行员12个。在解放军直直交代的状况之下，新的战机若是会使量炸到台湾，到2026年，台湾 F-16总数超过200台，到时阵就看飞行员的能力，敢有法度对得到战机来的速度。